收看《GoGo 共好发》，我是敏华。今天 GoGo 直击带大家到哪里呢？新竹火车站。为什么？看看我后面的铁路，铁路就是铁路。来到这就是要直击我们的倒班工，看看他们到底有多辛苦。走喽！他是台铁巡轨员，每天走上10几公里，已经是家常便饭。在铁轨上工作，也曾经跌倒摔伤，但这份工作可不轻松，得要用眼睛观察，仔细聆听，风吹日晒也不能松懈，常常还得像这样弯腰、蹲下身子，趴在轨道上，拿着铁锤跟活动扳手敲敲打打。为了养护铁路，再热再烫也不能喊累。哇，太阳这么大，修铁路真的很辛苦哎。是，所以说你们真的是不分日夜哈。主要我们工作的时间是在夜间断电封锁之后，在安全的时候来施作。那如果遇到白天有紧急状况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出来，都不能休息。除了定期巡轨之外，每逢台风大雨或者是地震过后，巡视铁路更是重要。巡轨员必须要坚守岗位，确认每一寸的铁轨不能位移，也不能被破坏。多亏有这群无名英雄守护民众的安全，才能让火车顺利运转，降低事故发生。不过呢，他们真的非常非常辛苦，懂辛苦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论是过年啦、过节啦，还是什么节庆啊，他们通通都没有办法陪在家人身边。为的呢，就是让大家平平安安的出门，安安全全的回家。希望大家呢能够安全回家。韩国铁路爱生意，而巡轨时必须要2两一组，因为列车都还在运行状态，巡轨员走在前面，后面则是瞭望员，大家团结合作，共同守护铁路，守护民众的安全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今天一起认识了许多新的单字，关于交通上面的，在这边明珠带大家来复习一遍哦。来看到第一个单字就是铁轨、铁路、铁路。第二个单字就是安全、安全、安全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一整句话哦。来看到这一句话就是经过铁轨要小心。韩国铁路爱生意，韩国铁路爱生意，这样都有学会了吗？我们下次再一起来学习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